谁既然叫你们来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妈的，还打电话！让他打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没人接吧？打不通，再打呀！石家，西汉哥哥不想接你的电话，我们为你准备的猛男还喜欢吗？好好玩，他们很会伺候人的。我就算变成鬼，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大美人放心，死在我的身下，保证你做鬼也是个风流鬼。明天你一夜战8人的精彩画面就会被发到网上，任人围观。为了庆祝，我和季寒哥哥会在明晚宣布订婚消息。我早说了，碾死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妈，这阵下去，保证让你飘飘欲仙，一死一活！